来关心台南永康工业区中道传出火烧，因为现场非法订真侪废弃物，所以火势传了真强。环保局讲，非法订的物件进前已经甲人移送法办啊，想不到物件还未清了，就发生火灾，然后造成空气污染，嘛会来甲裁罚。乌烟大火一直清出，也阁发出敢若爆炸的声音。台南永康工业区中正5街一个空地啊，随时中道大火，因为现场拢是吨茶塑胶，火炭真紧。有一面这个厂房里面是仓库，还有部分的这个汽车有燃烧。那我们第一时间到的时候有布线进去把它防护下。那现在目前那个厂房的部分只有一点点。消防牵水线拍火，现场炭烧的面积差不多200-300平方公尺。火也烧到空地边仔的工厂房，厂房内还阁路边停我的车总共5台，有车主接到通报来到现场，看到家己的车拢烧害去。警察局已经打给我的啊，伊讲这边的火烧，他叫我来开啊，我来阵就已经烧起来啊。规个天顶拢是乌烟恐吓，影响附近的空气品质。根据了解，现场是非法囤物件，环保局进前已经依照废清法，甲土地承租人移送地检署侦办，对查废弃物来源要求清除，不过也未清算就导火，伊要求赶紧清。这塑胶物件所以讲咧烧无法度人拍花啦。啊，这等环保会收啊，环保鸟往来放伫遮，租伫遮啦，租几个月啊，等我等就等我走啊。火伫1点钟了拍花，无人伤亡，不过导火原因也搁会调查。环保局讲已经派人完成空污采样，所来配合火调，若是有违规，会依照空污法告发，相关一人罚5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